噔噔噔噔，大家好，又来到好跳舞嘅单元哦。我係今日嘅先生李友生啊。在開始跳舞以前，先來做暖身運動。然後喺度跳呢，你見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彎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做得，你見跳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彎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彎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OK， 背龍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彎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嘅腰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看，彎片A 做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嘅七條停停嘅，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彎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嘅手腕腳拇足按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彎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左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彎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感覺一下身體有沒有暖起來？某個吧，按用，跳一來，跳起來，做對嗎？跳起來，感覺身體熱了，現在呢暖身運動，按用就結束了。接下來呢，正式開始教我們這個正式的跳舞的部分，也是一樣 house 的這個另外一個部分。接下來要教的這個部分是教他怎麼移動去那邊。譬如說那邊有個吧台，我們要過去那個吧台了，我們就是從這個地方過去那個吧台，然後就踩1、2、3、4，一樣交叉腳就很簡單，就是交叉腳，踩一下譬如說，那邊有個，我想點個這個飲料喝一下，有沒有可樂啊？有沒有這個柳橙汁？再拿回來，怎麼踩呢？踩前踩後，只要就是右左踩，但是呢，我們腳就是踩到右左前後，怎麼踩呢？這樣子，1 and 2 and，所以右左踩前，走後面踩前，踏，走回來走前，交叉步踏，所以正確的拍子是這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踩就是這樣，八，很簡單，只要有跟着這個節奏，噠噠噠噠噠噠噠，你也可以這樣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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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噠，重點是這個節奏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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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踩，就這種感覺，踩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噠。接下來呢，想象一下腳上有穿一個直排輪的感覺，1，滑一下，2，滑一下，3，滑一下，4，滑一下，想象自己是這個滑雪選手的感覺。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and 1。好，这个 and 1很重要，因为你接下来要接第3个8拍的动作了哈。那我们把从头再做一次哦。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然后呢，踩1，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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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顺着走一次哦。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3个8拍1。好，这个动作跟前面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 house 有点像哦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哒哒。但是我们刚刚是不是只有踢一次？这一次我们是这样，交换脚，哒，回来，交换脚，回来。好，转一下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。1、2、3、4，交换脚。1、2、3、OK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呢一样哈，刚刚踩到这边来的时候，踩1、踩2、踩1、踩2，嘿，交叉，7、8、1，哒哒，2，哒哒，3，哒哒，4，哒哒，回来。这次呢，回来的时候8在这边，第4个8拍开始哈，踩脚，踩左脚，1、2、3。跳，同样的动作呢，刚好到第4拍，所以我们做2次，一样是踩左脚，转一下，踩右脚，跳起来啊。第4个8拍就是这样子，踩一下，踩，转一下，踩一下，跳起来啊。你的左脚呢往前踩，右脚往前甩一下，往前踩，跳一下，左脚往前踩。右脚往前踩一次，往回跳一下，好，整个8拍是这样子哈，6、7、8，好，注意看哦，往前哦，第4个8拍开始哦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就这么简单啊，从头来一次哦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第3个8拍，salsa hop， 咚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脚这个时候一样哈，顺顺的，左脚踩回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顺顺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哒哒，好，4个8拍就这样结束了哈。来，我们这次看慢的这种。啊，听听个节奏，好，来看一下哈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咚哒咚，踢一下，咚，踢一下，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哒哒，啊。再一次哦，我们再跟着再一次哦，因为这个脚步很多哈，所以我们要算一下啊。大家会发现呢，脚步很多呢，重心就要一直转换。我们来测试一次，我们把脚步呢做起来，做小小的没有关系哈，重点是不要移太大，一下移太大，脚要出很大力哦，这样会比较这个失衡。所以我们尽量做小一点点可以，主要是先以脚有踩动这个顺序为主。好，预备哦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踩往前1的时候，直接往前踢，打踢打踢打踢，左脚跳，左脚跳，好，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整个4个8拍的动作。好，这个地方呢对大家可能会有点难哈，但是呢原则上呢只要跟着节奏就好，注意这个感觉不要跑掉。好，预备来，我们跟着音乐走哦，好不好？音乐请走。5、6、7，小的，小的，
OK， 可以吗？跟得上吗？慢慢来哈，听听可以慢慢来，不要急，我们尽量跟，能够跟一个八，跟两个八都没关系。啊，第二次喽，哈，各位拜，音乐请走，小小的就好了。5、6、7、Go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给要做大动作喽，好，试试看哦。我们从这边走过去，再从那边走回来，走远一点点哦。预备，音乐请走，弹跳感觉，7 Go。OK， 前面100，好，前面100，前面100哦，再一次哦，5、6、7，音乐请走。OK。啊，快的话呢，这个大家会习惯呢做。那有时候脚步呢有点乱，没有关系哈，脚步有点乱没有关系。好，重点是这个感觉，跳舞的感觉，好，氛围最重要。OK， 大家会了吗？好会吗？啊，阿哥阿姐啊，走在轻咱们的哦啊。我们这个节目呢，大家可以休息一下，啊，喝茶，啊，先聊一下。啊，太嘎，懂不呀？学习的很快，啊，刚刚呢，不管你有没有学的那些跟得上跟不上的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时间会慢慢累积啊，然后呢，大家速度肌肉就会越跟越快啊，不要放弃啊，不要气馁，慢慢的来啊。接下来要到了我们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单元哈，那这个单元呢，要把这个 house 的最后呢，把大家教给大家，好，来看一下哦，好，这个脚步的动作一样啊，我们一样呢，这 house 都是脚步动作。哎，阿姐，莫这，过来，啊，挑战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挑战一下自己，不要怕，哈，莫僵，好，莫僵斗哦，啊，脚一听到后手，哦，很害怕，啊，不要紧张，好，慢慢来，我们就是把脚踩顺，啊，至少上半身，好不好？现在在拍我，这样上半身都看不到我的脚，脚步乱没有关系 ，OK， 好，那接下来要正式开始喽，啊，来深呼吸一下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一样 house 的动作，啊 ，stomp。这样拉起来，看一下哈，脚就是这样子，把脚拉起来，往下踩下去，啊，但是呢，两脚跳，单脚落地，再单脚落地，啊，注意哦，两脚跳，单脚落地，两脚跳，单脚落地，两脚跳，两脚跳，单脚落地，两脚跳，单脚落地，两脚跳，单脚落地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啊，懂不？有没有听到一个蹦蹦蹦蹦？啊，这个动作呢，在英文里面就叫 stomp， 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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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1、2、3，好，但是我们一样做右左右右，可以吗？啊，但两个的感觉都抓到了哈，记住哦，两脚跳，单脚落地，另外一只脚顺着放下去就好了。两脚跳，单脚落地，刚好放下去，它就有一个蹦，那个时候拍子一定刚刚好。两脚跳，单脚落地，两脚跳，单脚落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可以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做右左右右，左右左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 ，OK， 很简单哈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啊，好不会嘛？好，莫讲啊，啊，听了，好，来，预备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啊，够10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啊，记住哈。那个踢踏的声音，是因为你拉起来，两脚跳，单脚落地的时候，自然的放下去就好了。
拉起来自然的放下去，就准备，所以它其实是像这样跳的感觉，只是呢我们的另外一只脚慢了一点点。啊，右左右右左右左左，哦，所有的动作都来自最自然的动作，所以是跳起来就放下去，跳起来就放下去，就这样子。只是我们把这中间加快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自然就会有这个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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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。好，接下来 OK， 重复茶嘞，哦，重复茶，就像火车一样啊，火车要什么？嘟嘟，啊，跟那种圆形的嘟嘟，啊，你看油滚往前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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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是基础动作，基础动作就是这样子，蹦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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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我们加这个啊，原本是这样原本是只有这样嘛。啊，进阶一点就是这样子，在蹲的时候往前，蹲的时候往前绕一圈，绕一圈，绕一圈，然后把右脚顺势的把脚往前走上去哦。所以侧面看起来会是这样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简单，只是把脚往前放一下而已，放一下，放一下，有点像是这边有个东西，我们把它勾回来的感觉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，脚伸出去，勾回来，就把它拉回来，勾回来，所以会这样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就会有这种感觉，好。啊，接下来呢，滑，啊，滑的感觉，但这次的滑呢，不是这样滑了，不是这样滑了。这一次的滑呢，我们往这边滑，滑，就只有往后滑，但是我们看起来是在侧面，啊，滑，斜的也可以，一开始从斜的滑到45度，滑到45度，滑到45度，45度，哦，这个叫刘德华，刘德华，刘德华，哦，也可以往左边，可以的话做大一点就变正侧面了，可以吗？好，也是一样哈，5、6、7 ，Go。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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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又就是从这边把脚交换到这边，向后转，向后转，就这样子哈。所以从前面呢是这样子，预备哦，我们从大头开始哦，6、7、8 ，stomp stomp 左 stomp stomp 右 ，OK， 回重复查，6、7、8，脚滑，刘德华，妥中华，一直把它滑下去啊。接下来呢，回来就很简单，刚好在这侧面嘛，我们就这边，啊，重复查哦，上来了哦，好，就大概这个感觉哈。然后跟着节奏开始试试看啊，6、7、8，右左右左滑。滑，右边，往左边哈，就这样子 ，ending 结束。好，接下来好试试看哈，试试看，快一点的节奏哦哈。好，来预备，6、7、8，右左左复查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滑，再一次复查，哦，6、7、8，好，你就想象说，我刚刚好像要去追人，可是我是一开始用脚走，接下来呢，我换什么？换火车。换火车之后，我想说到站了，我再来试试看，用滑板的感觉。接下来再坐一个火车，再去找人，然后他终于到位了，哦，大概这个感觉。好，我们跟着节奏试试看哦，6、7、8 ，stomp，复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滑板，滑，复查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如果呢太复杂的话，就保持这个圆形的感觉。好，整个东西没有脚步的话，圆形的感觉是这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吧？好，火车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8，滑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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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我们找到缝隙的时候呢，把脚伸出去，然后再把它拉回来，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哦，甜对节奏哦，等音乐哦，来，快的哦，5、6、7 ，Go！ 6，快的。滑，滑，滑，复查。OK， 够100，试试看哦，尽量跟节奏，快跟上了，快跟上了。阿健，再一次，音乐请走，跟着节奏，6、7 ，Go！ 滑喽，7。Go， 复查。OK， 那赶快跟着热度，我们再做一次好不好？前面100，音乐请走。音乐 ，Go。5、6、7、8，复查。滑板准备，6、7 ，Go！ 1、2、3、7、5、6、7，复查。5、6、7，准备 ending pose。走的轻张点哦，懂不？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呢，就到这边了。那如果还没有学会的话呢，没关系，我们之前也有教过之前的比较慢的，你可以过去学一下。慢的会了以后呢，再开始往这个比较进阶的部分，把脚步给练起来，把动作放慢，一点一点慢慢学。希望呢，下次呢，你的这个朋友们问你说你会跳 hip hop 吗？你就说I会哦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呢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，张来了。